各位同學仔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去返 D48呢份筆記啦，咁麻煩你幫 Miss 對你手頭上嗰份筆記同唔同 Miss 一樣 ？OK， 今個星期都係粗卷嚟嘅，咁第一頁啦，Miss 大概俾8分鐘嘅時間嚟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84減幾多會等於31呢 ？OK。好，直式嘅時候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啦，由右至左計數嘅 OK，咁所以啦，4減幾多會等於1呢？咁所以4減3等於1嘅 OK。好，然之後啦，8減幾多會等於3呢？所以8減5等於3，最尾係等於53嘅 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三題啦。33加39會等於幾多 ？OK， 3加9等於12，記住有進位，寫翻個2字啦。3加3等於6，再加個1等於7嘅，所以最尾等於72。再落去下面嘅第四題啦，43減幾多會等於13？OK， 減數嘅我係一個大數減一個小數嘅，依家我哋要計一個小數字啦，咁就作一個減數，將43同13再相減嘅，3加3會等於0， 4減1會等於3，所以最尾等於30嘅 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二部分 OK。好，第一題啦，85中8喺邊個位度，代表乜嘢讀作係什麼 ？OK。好，我寫翻出嚟先。呢個叫個位 OK。呢個呢叫10位 OK。咁所以啦，8字喺10位嗰度。代表一個數值嘅意思 OK。好啦，由於8喺10位度，數值一定有2個數字，而且最尾一定係個0字嘅，咁就代表80啦。讀作嘅揾中國數目字啦，85嘅 OK。好，第二題啦，7月4日嘅3天前 OK。好啦，就數一數咯喎。今日呢係7月嘅4日啦，3、2、1 OK， 1天前、2天前、3天前 OK， 咁所以叫做7月嘅1日嘅 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三題啦，以下哪個永備且最適合量度桌子嘅高度嘅 OK， 所以正確答案呢係呢一個，將佢圈翻起身就 OK 啦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四題啦。如果昨天係星期5啦，明天係星期幾啦 ？OK， 好，呢個昨天係星期5，咁呢個叫今天啦。今天呢係叫做星期6啦 ，OK。然之後明天，咁啊叫做星期日嘅 ，OK。咁所以啦，明天係叫做星期日啦 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6題啦。喺標價牌中寫上售價35元 ，OK。首先有個錢嘅符號佢俾咗我哋啦，咁就唔使寫啦 ，OK。然之後幾多元嘅35啦，跟住有個點嘅 ，OK。跟住有個角嘅，冇就寫翻個0啦。最重要係最拉尾呢一個位置代表先。都係要寫翻個0字嘅 ，OK。咁再幫字抄多次筆記啦。標價牌啦 ，OK。標價牌啦，價錢牌啦，首先個錢嘅符號啦，跟住寫翻幾多元嘅數字啦，跟住寫翻個點啦，跟住寫翻幾多角個數字啦，最拉尾一定有個0字嘅 ，OK。咁你代表先嚟嘅 ，OK。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揭去第2頁啦 ，OK。咁呢一頁 Miss 大概俾5分鐘嘅時間嚟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喺40呢個數當中，以下哪一個呢係個位嘅數值啦，同埋10位嘅數值之和 ，OK。之和即係將個2個數值相加 ，OK。好，40啦，0喺個位，所以代表數值係0嚟嘅。
4喺10位，所以代表數值係40嚟嘅，所以40加0會等於40嘅，所以正確答案咧就會揀 A 嘅。OK， 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二題咯。OK， 78減13嘅答案咧最接近哪一個嘅偶數 ？OK， 即係包括咗2、4、6、8、10嘅。OK， 咁所以 B 一定唔正確啦，佢屬於一個叫奇數。78減13，8減3會等於5，7減1會等於6。OK， 好啦，最接近即係數字咧係相差最少咁解。OK， 咁所以65同60相差係5啦，65同68相差係3啦，65同70相差係個5啦。OK， 所以相差最細嘅數字係3，所以正確答案就會揀 C 68嘅。OK， 咁呢一題幫我哋大粒星星記一記咯喎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。下列哪些嘅圖形咧係柱體 ？OK， 柱體大概咧好似盒裝嘅檸檬茶咁樣，呢個叫角柱啦。仲有好似一樽一樽嘅薯片嘅樽咁樣，呢個叫圓柱啦。無論角柱又好，圓柱都好啦，上下底嘅形狀咧大小會相同嘅，咁所以正確答案就揀 B 同埋D 嘅。OK， 好，再落去下面第4部分嘅第1題咯喎。學校總共有2次嘅考試，咁佢嘅月份咧係幾多月同埋幾多月咧 ？OK， 有上學期期考1月份，仲有中期試6月份嘅。OK，好，再去下面嘅第2題啦喎。喺上學期期考完結之後咧，嗰個月份咧就係農曆新年。OK， 之後個月份，咁所以係2月嚟嘅。好，第3題啦，學校舉行嘅比賽嘅月份總共有幾多個咯 ？OK， 好，有呢個1個，有清潔2個。話劇有3個，所以總共係有3個嘅月份有呢個比賽嘅。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企喺第3頁啦。OK， 呢一頁 Miss 大概俾8分鐘嘅時間嚟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1題啦，呢一個咧係邊一個月嘅月曆咧 ？OK， 係代表5月份嘅。好，第2題啦，呢一個月嘅第5天係星期幾咧 ？OK， 第5天係呢一個位置，對翻上去係星期2嘅。OK， 咁記住啦，星期幾嘅話用翻中國數目字話 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3題啦。呢一個月咧有幾多天係叫做公眾假期？佢話俾我哋知道你有3角形咧就叫做公眾假期。OK， 一齊數一數咯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所以總共咧係有8天嘅公眾假期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喎。呢一個月咧總共幾多天係星期6嘅？星期6嘅全部喺晒度啦，有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總共咧係有5天嘅星期6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5題啦喎。5月4日咧係妹妹嘅生日，咁媽媽咧打算喺最接近妹妹生日嘅星期6咧舉行一個生日派對。OK， 咁呢一天係幾多月幾多日咧 ？OK， 睇翻上面嘅日曆啦喎。Miss 查一查呢度啊。咁妹妹嘅生日咧係5月嘅4日喺呢一度啦。OK， 好啦。星期6嘅話，一係9日啦，一係對翻上去係2日啦。OK， 最接近嘅話，即係個相差嘅日子最少嘅，咁所以應該係
5月2日嘅時候係最接近嘅。咁所以呢度寫翻5月嘅2日啦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第6部分嘅第一題，幫我哋答星星啦喎。最大的兩位偶數係叫做98嘅。OK。第二題，再幫我哋答星星。最少嘅兩位基數係叫做11嘅。OK。好啦，再落去下面嘅第3題啦。選用上面嘅數卡排出一個最少的兩位基數。第一個要求兩位數，第二個要求最少嘅，咁由小至大排翻出嚟啦。阿0係最少嘅，但係咧阿0唔可以排喺10位啦，所以阿1排喺前面，阿0排喺後面啦。第三個要求叫基數，基數包括咗1、3、5、7、9啦。個0字唔符合我哋嘅要求啦，咁仲有個後備卡個3字，所以正確答案咧就等於13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喎。見到算柱嘅第一樣嘢係數翻啲算珠㗎，1、2兩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粒嘅。OK。左邊嘅算柱表示嘅數讀作啦，用翻中國數目字28嘅。OK。B 左邊算柱表示嘅數當中10位嘅數字，係個2字啦，表示即係代表數值啦。由於佢喺10位啦，所以數值係代表20厘嘅。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企去第4頁啦。呢一頁 Miss 大概俾6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家姐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巴士上呢有89位嘅乘客，其中有38位係小童，成人有多少位 ？OK， 小童加成人就得89位，小童有38位啦，成人呢係我哋要計出嚟嘅。OK， 最尾係等於89嘅。OK， 咁38加幾多會等於89呢？咁所以將呢兩個數字作一個相減，將全部89位減咗小童嗰啲就會等於成人嘅。OK。好，寫翻直式計數啦。直式嘅時候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啦。由右至左計數，9減8會等於1，8減3會等於5，所以最尾係等於51位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2題啦喎。哥哥第一天吃去6塊嘅餅乾，第二天就吃去18塊，第三天就吃去咗15塊，3天共吃去餅乾多少塊？總共食咗幾多？所以作一個加法，6加18再加15。OK， 好，喺空白嘅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喎。18加6 OK。8加6 14有進位，1加1會等於2，再加15。4加5會等於9，2加1會等於3，所以最拉尾係等於39塊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3題啦喎。文具店有56個筆盒 ，OK， 書包比筆盒少14個，書包有多少個 ？OK， 見到個比字要做翻3部曲圈間子，圈個少，間個比，只係比前嘅主角啦。小 T 恤作一個減數，最拉尾就問你書包有幾多個，所以將56減14啦。OK， 6減4會等於2，5減1會等於4，所以最尾係等於42個嘅。OK， 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喎。
好，成人嘅車票咧係50元嘅，小童咧係每一張係25元嘅。OK，買小童嘅車票咧2張，共需付多少元？共需付即係作一個加法嘅。OK，佢就係需要買小童嘅啫。咁一張係25元，買2張需要25再加25啦。5加5都係10進位，2加2再加1會等於5，所以最拉尾係等於50元嘅。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冇問題嘅。今個星期課堂就咁多，剩低嘅作為一個功課部分嘅。OK，咁你完成咗之後，需要影相交俾你嘅老師去改正。冇問題的話呢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